讲一个较严重的社会事，台北市树林区同和西街进前发生一件乌食乌的事件，有诈骗集团的车手，这个提溜钱了，被抢走300多万，各方拍干的老火老底。警方接到报案了后，随去追查，调几百几个监视器了后，接到这个抢劫的3个嫌犯，加一个接应的共犯，4个嫌犯拢是天道明相好会的人，拢已经和警方一网打尽。 车阵当中，常常出现人影的对立，两个嫌犯甲逃走的查甫人掠条，当场甲伊压伫涂骹，就开始甲伊拍。互拍的查甫人拼性命保护身躯顶的物件，不过共党的接应的车赶到位，另外一个嫌犯落车嘛甲伊拍了后，当场甲300多万的现金抢走了后，上车就离开。想袂到这竟然是乌食乌。 监视人员上车采证，警方沿路追踪，车辆红车到的时，已经伫咧桃园龙潭的风高野外。调监视器发现，乌食乌的嫌犯甲车放杀了后，佮有共党的开车来接应。这个被害车手当日有处款2解，身躯顶当时有300多万的现金。不过因为发现附近有警车，伊甲诈骗集团联络讲要米去边啊。不过李姓嫌犯等人早就已经掌握处款的时间，伫咧现场埋伏，准备要来抢。车手互拍甲老火了伫了后，就马上向警方来报案。 食衣住行的东西，你随身的东西。向警方查到李姓主嫌，敢若会当乖乖就范。警方调数百个监视器，掌握嫌犯拢总4个人，而且拢是天道明相好会成员。因觊觎诈骗集团高额不法所得，派员尾随取款车手。 在取款车手取得巨额现金之后，当街殴打车手，并强盗现金300万。真好大胆，伫咧街仔路顶就乌食乌，掠准拢无人知影。不过原来互警方追查逮捕，警方真紧甲4个天道明的分子拢抓起来，无要互乌道遮尔嚣摆。 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